台中太平区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啊，一名教保员甲一名外国籍的老师不当管教囡仔，罚6万甲6000块，并且爱伫全国教保资料网公布因的姓名。调查佫发现啦，这幼稚园聘请真侪无教保服务资格的人，这另外出案加重处罚。台中太平这间私立学会幼稚园欺负囡仔，就有家长伫咧2024年时，透过监视器看到囡仔拢总叫社会教职人员欺负，包括拖咧行、掠倒头栽、互头壳弄着涂骹，家长去甲向教育局通报检举。调查结束，教育局确认其中一位姓杜的教保人员含一位外籍老师，真正做这个代志，分别共罚6万和6000。那听说那个妈妈是盯着那个监视器看，我是有看他文章有这样写，所以才发现他小孩被虐待。他风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而且还骗人呢，惊到啊！教育局唔若规划，佮伫咧全国教保资讯网站公告行为人的名声，含幼稚园的名称，嘛甲幼稚园罚6万。已经同步跟教育局完成所有的调查跟所有的惩处了，谢谢你。已经公布了，对我们知道，谢谢你。对啊，你们不需要改进或是改善吗？我们都有，谢谢你。发现园方聘用4位未具教保资格人员，教育局要求不得入园进班教学，并依法各处3万元罚锾。这间幼稚园佮叫教育局调查出，请社会无教保服务资格的人来盗撮囡仔，已经另案加重处罚，佮共罚30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